缤纷的倒车灯光，还有移动的电梯，这伫酒店内底会当看到的设施，伫台南安平的台湾风冠假日酒店变甲完全无同款，全拢画上台南400的主视角。迄2024年台南建成400。大力营销推广，把台南400的这个重要的4个元素把它蓝晒图的蓝，还有4点的红，以及凤凰的橘，还有昆生沙白这4个颜色。那希望透过我们带头的效果，然后让更多的周边的店家也好，或者其他酒店也可以把我们当成一个示范点。这间酒店是唯一得到台南市文化局台南400主视觉运用布置的补助。是朝日应用的典范，同时酒店的伴手礼，常常是美丽的杯仔、饼的管仔等等，也拢印着台南400的图案。透过这个伴手礼，大家人手一袋，不管呢你说在酒店呢买完之后带到其他的城市去，就是最佳帮台南行销的一个工具。那我们像今年过年呢，如果来住我们饭店，也有机会收到我们这个特别制作的一个红包袋。酒店会当讲是城市的门面，透过台南400主视觉运用，唔但行销台湾，更要让世界看到台南，欢迎各地游客来感受台南的美好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